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互伊的面照光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学罗你，愿列邦拢学罗你，愿万国快乐出欢喜的声，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伫你地上的万国。上帝啊，愿列邦学罗你，愿列邦拢学罗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就是阮的上帝，要赐福阮。上帝要赐福阮，地的四极拢要敬畏伊。圣诗第397首，耶稣听我知名，请咱起立来吟。请坐。咱做伙额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怜悯阮，互正受阮的囝儿伫安息的主日，搁一遍组织伫圣殿来敬拜。阮要大声学罗你用极大的权能创造了宇宙万物，互大自然伫你掌权下面，世世代代伫遮运行不断。独独人常常甲上帝相对敌，无要遵趁你的命令。地球这个世界充满了危机，毋但是环境受到破坏，经济活动的衰退，生活的散乡，人心的败坏，互这个社会充满了不安。圣经讲，骄傲是败坏的大先。求你，互阮有受教的心，互阮知通来守你的干净是阮的责任。求你也开阮的目睭，互阮看出你律法的奇妙，常常默想上帝你所教示的话，看重你的道路，伫信仰传承的路上做好的模样，不断活出真实受祝福的人生，做一个好的管家，通来开阔你的国度。今仔日是教会教育事工的纪念主日，求上帝大大祝福参与伫特级教育儿童主日路教育这的老师，
照着你的话，互因勇行，也束缚伫礼拜中参与服侍、甲献诗、表演戏剧这些小朋友，互因毋管伫教会的受教，也是学校的课业，拢有杰出的表现。我嘛关心伫阮的基地中间，有人拄着艰苦心的事，求上帝你怜悯因，也将你的安慰常常甲因同在。检查有人生活工作无顺利的，求上帝保守因平安；身体欠安的，也恳求上帝你医治的权柄，常常临在因的身上，互因会当早一日来恢复健康。今早起伫礼拜中，要甲阮分享上帝国信息的陈主任牧师，求上帝你恩膏伊，互伊大有能力，透过圣经的话，互众人搁一遍经历上帝圣神的快乐甲平安，互讲甲听的边边拢得到利益。但我无论安怎祈祷，也是无够完全。即时我要做伙出声，用主教导阮的主祷文做伙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领着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迷境，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启文26篇，伫圣诗后面第48页。咱做伙来三国启用。启文26篇，厝体南是耶和华起造，城池南是耶和华固守。恁早早起，晚晚困。既然敬畏耶和华，行伫伊的路下，恁要食恁的手所着磨所得到的。你的某伫你的厝内的房内。你的囝儿为着你的道，看啦，敬畏耶和华的人，耶和华要对锡安赐福你。你要看见你的囝的囝。圣诗第406首，细汉囡仔的朋友，请咱起立来吟。
侪。下落的诗歌，咱邀请双连教会儿童合唱团，伊所要唱的2首诗，第一首是《小小的梦想》，第二首是《哈利路亚》。煞条有一个小朋友所要献唱的节目，请咱家长毋通伫即个会场中间四界走耍位来翕相，拜托大家配合。
作者主要要伫组的小朋友因所要献的诗歌有4首。第一首主是我牧者，阮是羊仔囝。第二首1、2、3，耶稣爱我。第三首心肝哪来会知？第四首我做耶稣学生。
一遍的亲子礼拜，也嘛，互咱有搁较侪的感触。咱看即阵小朋友遮尔聪明、遮尔活泼的演出，就是表示咱双连教会伫无久的将来有足大的愿望。咱搁甲遮小朋友甲因鼓掌。煞接国小组的小朋友，因所要献的诗歌有4首。第一首《天父恩典真正大》，第二首《满有能力》，第三首《神啊，我要学努力》，第四首《哥林多前书》13章。
高林多在树上撒酒，仁爱气都宽容慈悲。我世事的功能甲天使的因有，若无仁爱，我就像细响的东气，等的六百。我世事最神的，明白隆重的奥妙，甲隆重的灾难。古先书有摇臂的信，教育来伊山，若无仁爱，我就袂算做是啥物。我世事真所有的来真济，顾许我的身躯互火烧，若无仁爱，就我无得着利益。仁爱是老快乐慈悲，仁爱是无怨妒，仁爱无夸口，无批判，无惊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怕受气，无记得人的歹，无欢喜不已，是甲真理相甲欢喜。凡事忍受，凡事相信，凡事毋忘，凡事吞忍，仁爱永远袂无去。人讲学琴的囡仔袂变歹，咱若看咱即阵主日学教育，受主日学教育的学生，因遐尼有自信的宣告，咱就知其实是来接受双联教会主日学教育的小朋友，永远袂变歹。煞只福音戏剧的演出，是邀请双联教会儿童底宣队。因所要演出戏剧的剧名是《予我得自由》。Dark ones came, stole my mind, wrapped my soul in chains. Now I live among the dead, fighting voices in my head, hoping someone hears me crying in the night and carries me away, set me free. Set me
感谢所有遮个主日学学生以及老师因遮尔辛苦的着活伫亲子礼拜中间，甲咱分享遮尔济真多谢因。咱搁一遍用掌声来甲因鼓励。接着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加拉太书5章16节到23节。当我讲，恁着照神来行，就无成肉体的事。